人點解會出軌？出軌嘅原因，需求未滿足，其中一個可能係你嘅伴侶滿足唔到你嘅某啲需求。喺愛情心理學入面，有個出名嘅理論叫愛情三角理論 （Love Triangle），話愛情由3個元素組成。激情 （passion） 激情係指兩性之間嘅吸引力，但唔一定係講性愛。簡單啲講，你覺得對方嘅身體或靈魂好吸引，戀情好似火咁熱，呢啲就係激情。呢種感覺喺一夜情好常見，但單靠激情好難維持一段長期關係。親密程度 （intimacy） 呢度嘅親密唔係肉體上嘅親密，而係指互相了解，你知對方嘅喜好、性格同行為，甚至內心世界，呢啲就係親密程度。唔單止情侶有呢啲，朋友之間都有。承諾 commitment 承諾係指雙方有意願維持關係。